继续来看，民国76年次，由于英国屠杀世界两姊妹杨敏清同杨玉贤，伊能提示案风炮过后，想要提供国人空腔安全嘅食材，如自家创立品牌卖头呢，伊能请农民合作，飞机英国做嘅黄头诶，每家业后生人嘅创意，从大批水果打造头能本沙一道，同后生人嘅口味个加倍多，伊能想要打造出时尚感。而头呢，唔係搶食就會食得多嘅，係個時行去高級嘅東西。30人嘅各種食都有嘅貨櫃擺提空氣好，也只嘅係高雄市新一嘅能開始有嘅菜食貨櫃區咯。該到文創傳染店家落來也開店，也係一下後生嘅佢後來要想打卡嘅新景點。楊玉賢整理作得準備愛做生意嘅，佢想唔到嘅係還冇30歲嘅伊，依然睇安利嘅蔬菜賣頭呢。我們這邊豆奶就是台灣自己的豆子，然後不好意思，然後這邊原味跟黑豆是無糖，然後瓶裝的還有伯爵跟黑糖和微甜而已。今年嘅設計食過飲，佢上熱落去，來到20頭呢就唔會吃到佢老派嘅是開開嚟嘅印象。店的這個櫃位的設計啊，就是比較希望是年輕人喜歡，那也蠻多都是年輕爸爸媽媽，他希望給小孩子這個有個安全的就是乾淨的一個使用空間，所以風格會覺得比較可愛、親民一點，對。然後另外，我們的產品也包括很多就是現做現打，就有點像現在的手搖飲，我就現做給你看。就是我的食材怎麼樣就是怎麼樣，我沒有添加任何東西，所以他們也覺得就是覺得我覺得新奇有趣，然後也一方面也認識說，我們的豆子從哪裡來。楊玉賢還推出各種協調頭呢，來配合後生嘅嘢口味，從喺水果頭呢本身就改變了一般人對頭呢嘅印象。因為我們有推出不同口味，因為我們希望喝頭奶的人，他不只是早餐喝，你中午、下午茶、晚上可樂，你就當飲料喝，不要只是認為它只是早餐的豆漿。所以我們有不然黑糖的啦，然後伯爵紅茶，然後有現做那種水果打的，那味道比較不一樣，所以漸漸讓很多年輕人覺得很有趣，然後他就覺得喝到不一樣的豆奶，他們也覺得蠻觸鼻的。楊玉賢配合耶誕節的到來。帶等六角摩卡味，改定熱下，一團頭呢包裝到改發條改後生。唔過講到原料嘅原頭，意思就改要求，改嚴格的來團消費者看定一關又一關。這種比較不好的，黑黑的，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拿掉。像這種比較不好看的、壞的，就把它拿掉。做頭呢之前，聽說愛團木頭嘅4槍來。同嘅杜康踏入頭嘅都係台灣本地出身嘅，粒粒都冇按規得到喎。台灣的豆其實它就是一定都是飛機改，因為它從農改場出來的。然後後來我們也發現，國外來的豆子，它一定要坐大概半年的船才到台灣。那這個途中經過那麼久的時間了，然後它落地之後也會噴灑抑制劑，會怕你會發霉。那因為台灣就是現種，就當季就賣了，就是比較安全，然後又一定是飛機改的保證，然後口味也不太一樣，所以我想說把台灣的豆子推廣給大家來喝喝看。因為我們之前有在國外待過嘛，所以會覺得說，自己料理跟食材的方面，應該是要追求簡單，以及加上可能前幾年台灣的食安問題也蠻多的，所以我們也開始重視這一塊。然後我們也很喜歡喝比較健康的飲品，像我們不喝飲料的。為到一般消費者食到空間又滋養嘅頭呢，楊玉賢以前農民打契約來種黃頭嘅，就係按樣嘅空管品質。因為想說源頭你要知道到底從哪裡來，所以去找了。我們第一年是先去台南安定找了農民，然後開始做契作這個工作。那契作其實大家都從頭開始，他們也大概10幾20年沒有種過黃豆了。然後所以後來我們就去找農改場啦，很多的這個前輩去學習怎麼樣去種黃豆。豆莢出來了耶！哇！
有出来了，对啊，出来了，因为有的长小宝宝有豆荚了呢。有它其实它长得算蛮快的。说起来有个问题。高雄民农也偏木头田，安顺再过18日就有好樹嘅，係用綠色保育漂條驗證嘅方式來種嘅，唔使農藥，唔用除草劑，唔落化學品，安尼規個田區就有更豐富嘅生態。類似接近有機的粉色來做施作，去突破過去的用慣性農法的粉色，安尼種出來的體位就會歸像安尼民嘅60年以前。爸爸媽媽也很細呀，所施的一種網體位，按你試看看說，按你做出來的體能或者是產品會夠好嘛，按你就會想大家攏挑上來一起去創新，或者去嘗試安尼。睇都市太嘅兩姊妹，為到愛巧妙事業，落去田區看網體位種嘅情形樣嘅。一條高層正見無按改善，聽人知道佢哋用愛做到按辛苦按安樂，也媽媽未知道佢唔盼得。過辛苦啊，外頭經考伊無做的啊，伊過堅持啊，堅持講伊愛做下伊啊，伊已經投入啊，伊希望講愛是咧做個活動去分咱這個人咱這個國內這個用這個是，其實你來知道咱本地人種的體會出來真是就無想像真好食。這1-2年呢，就蠻多豆漿店，專門豆漿店產生的，對。可是我覺得我們還蠻慶幸不太一樣是，我據我的調查，就是他們還是用國外的豆子，所以我們主打說台灣豆子是我們自己種，自己幫大家了解整個豆子的來源，算是比較有點，我覺得有點優勢，但是市場競爭還是很可怕。雖然它不是一個利潤非常高的行業，但是我覺得至少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，我們問心無愧，然後也覺得是開心的，然後客人喝到很健康的飲料，我們也覺得很開心，這樣子。開業2年來，用綠線兩姊妹50鋪條，同本地農民合作，種出對土地友善的網體位，希望你獨自來做出食材又抗甜的幸福飲品。